好，各位新聞界朋友，喺我哋開記者招待會之前，我哋有口號式嘅宣讀請我哋愛港之聲嘅成員一齊。司法權貴，司法權貴，官官相衛，官官相衛，監察法官，監察法官，何罪之有？何罪之有？ OK， 呢個係我哋今日開記者招待會嘅主題我哋講嚟我哋今日開呢個記者招待會，主要嘅目的就係對近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佢喺呢個法律年嘅開幕禮上嘅致辭，其中提及到有關法官被辱罵式嘅批評，同埋搜集法官判案嘅案例嗰陣時候，如果若有偏私，應受聲討，甚至要求褫奪呢個法官嘅職務。佢認為咁樣嘅講法，咁樣嘅做法係會削弱咗司法獨立，同埋影響咗公眾對司法制度嘅信心，唔應該鼓勵。喺呢一點上面，愛港之聲係有以下嘅觀點同埋質疑。第一，香港嘅司法界喺過去嘅判案歷史上面，係咪從來都冇判錯案呢？回歸之後，終審法院嘅判案係咪完全真正符合港情民情呢？第二點，倘若終審法庭嘅法官判錯案，一般嘅市民係咪唔能夠表達意見，甚至係發表不滿嘅言辭呢？社會上面有乜嘢方法去監察或者制衡終審法官？市民監察司法機構甚至法庭嘅判案，咁樣係咪違法呢？第三點，袁國強作為係律政司司長，亦都係司法界嘅一份子，利用律政司司長嘅職權出言禁制公眾去批評法官。我哋國家係有官官相衛、壓制言論自由之嫌。第四，自從回歸之後，政府嘅官員、行政長官不時咁樣被人辱罵、人身攻擊，甚至責罵去泄憤。作為政府法律代表嘅律政司司長，為何唔警告呢啲滋事分子同埋議員？但係法官係屬於司法部門，應該係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去管理。袁國強袁司長竟然係越包代嘈咁樣去站出來警告市民唔能夠批評法官，究竟點解政府官員就可以受辱罵，法官就唔能夠呢？第五，從最近嘅數宗案例判詞中，都係反映咗司法獨大，甚至有干預行政，即係干預政府嘅跡象。呢啲嘅現象，倘若唔加制止，係有違三權分立嘅原則，甚至成為司法獨大一個獨裁嘅法官治港。第六，對於法律年開幕禮
會發覺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嘅主席都係用英語去發言致辭，為何喺呢啲莊嚴嘅典禮上面，3位主禮人均係中國人，懂得講廣州話同埋中文，點解唔用中文去致辭，讓平民百姓大眾都可以聽得明，而要用英語？唔通中文唔係香港嘅法定語文咩？香港仍然係英國嘅殖民地咩？特區行政長官啊，喺琴日嘅宣讀施政報告嗰陣時候，都係用中文發言。香港嘅司法界點解係獨樹一幟？請司法界嘅人士記住，1997年嘅7月1日之後，香港係中國嘅特別行政區，用中文發言同埋書寫判詞，均係應有之義，亦都係體現中國喺香港行使主權嘅一種表現，唔能夠輕視嘅。以上呢幾點係愛港之聲對於近日司法界同埋律政司嘅一啲嘅舉措，我哋有所回應。呢個就係我哋嘅呢個嘅新聞稿咧，我哋會稍後咧係派俾大家嘅。咁我哋咧亦都咧可以咁講，近期咧司法界，尤其是咧我哋聽到袁司長佢咁樣嘅講法，係衝住我哋舊年12月尾嗰陣時候咧，我哋開一個聯席嘅記者招待會嗰陣時候咧，當時我本人咧係提出係要去監察法官，呢個係衝着我哋愛港之聲嘅提出呢個咁樣嘅意見做法嚟到去講嘅。咁我哋覺得唔通我哋一般嘅市民冇權響法官判嘅案裏邊，當然唔係響佢判案前，我哋係講佢判完案之後，我哋提出一啲嘅意見，唔通呢啲都唔可以咩？當時阿高生咧就係話，佢係要搜集過往一啲法官可能有偏私嘅一啲案件嘅資料。如果佢真係有偏私或者係有個人政治立場咧，可能要求去辭退添。但係當時我哋講咧，我哋唔係話搜集法官嘅個人私隱，大家要記住啊！我哋係搜集嗰啲案件，我哋係去討論一啲案件。咁從來咧搜集資料去加以研究，都係一啲學術研究。而家阿袁司長咁講，係咪即係話咧，我哋係唔應該去做呢啲研究？我哋係唔應該去評論任何嘅法律嘅事件咧？咁呢個咧同以前嘅皇帝一樣啫。有咩分別啊？即係話你所有嘅皇帝，你一句也不能評論。我哋發覺咧，舊年到而家，行政長官日日都俾人鬧，日日都俾人辱罵。咁袁司長有冇走出嚟咧話：你哋唔好鬧行政長官啊，咁係會削弱行政權㗎，香港嘅行政管治啊！我哋又發覺好多警察亦都係日日俾人辱罵。咁袁司長又有冇走出嚟講咧？你哋唔應該辱罵警察，因為咁係會削弱執法權嘅。點解唯獨是咧？當我哋只係話我哋對法官有啲不滿，其實我哋係根本係冇辱罵過，我哋係根本冇用任何嘅辱罵性嘅字眼，我哋只係話我哋去搜集一啲資料啫。咁啊，佢又咁大反應，話你哋係唔應該話法官嘅。嗱，呢方面咧，我亦都可以
就最近終審法院嘅判例呢，我哋有所回應。點解我哋覺得而家好似係法官治港呢？就好似最近呢個終審法院判呢位孔女士，認為呢，佢可以呢喺呢個綜援上面呢得直，而要求呢特區政府由申請嘅資格、申請綜援嘅資格由7年要改為1年。嗱，我覺得呢度呢有好大嘅問題。第一，終審法院佢如果認為政府係做得唔啱，呢個佢可以去建議政府喺個政策上面，呢個政策去修訂，佢有權去 advise 政府。如果政府根據法院尊重法院，係將呢個提議呢係可以去修改，係應該由政府去做，將個政策改為由7年改為1年又好，3年又好，2年又好，呢個由政府去決定，唔係由法官指示政府去做嘢，咁樣變咗係凌駕咗行政，呢個就係司法干預行政嘅一個具體例子。而且呢，老實講，如果你由7年變做1年，自然會增加咗綜援嘅經費。請問呢個經費由邊度去批准政府攞㗎？係要立法會嘅。而家連呢立法會都繞過，直情叫政府咁樣做，跟住政府就自然有錢㗎啦。如果冇錢嗰時點啊？冇錢俾綜援咁啊點啊？係咪啊？咁係咪一定要由政府向立法會申請啊？咁立法會裏邊啲議員先至係代表市民嘅意見，批唔批准？唔係由法官去決定政府你要點樣做點樣做。所以呢一個例，直情就係司法干預行政一個活生生嘅例子。佢仲講埋一個咁嘅佢嘅判詞裏邊，其中講到嘅就係話，終審法院所有嘅法官均認為不能夠接受嗱，呢度就係呢個判例就係話政府有權按照基本法第145條而制定嘅政策，修改該等嘅待遇。然而，任何其後對該等權利嘅限制，必須受到法院在憲法層面嘅覆核。嗱，呢度有問題啦。邊個授權俾終審法院話有憲法嘅層面去覆核啊？呢個我想問翻終審法院解釋，邊個授權佢㗎？基本法有冇授權佢㗎？因為人大授權咗佢啊！我哋小市民就唔好認識啦。希望喺呢方面呢，佢提出嚟，佢係咪有咁嘅憲法去覆核呢？如果咁樣講，究竟如果佢嘅覆核同立法會嘅通過係有矛盾嗰陣時候，政府點樣做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就唔明白。咁而呢，法院喺覆核嗰陣時候呢，將會對有關嘅限制進行相稱性嘅分析，即係呢啲完全呢，就係而家係即係法院先至有嗰個權力去決定政府做乜。咁呢係凌駕咗行政同埋立法，咁點樣能夠係互相制衡呢？如果一個嘅部分三權嘅分立裏邊唔能夠互相制衡嘅話，香港仲有乜嘢嘅民主可言？呢啲正就反映到而家係司法獨裁，依家唔係法治，係法官治港。所以呢，我哋覺得呢個好危險嘅，係直情我哋要向法官司法界去提出我哋嘅質疑，希望佢哋有所解釋。
同埋仲有一樣嘢。